配偶有一个阿兵哥昨日暗休困离开营区，所有一个姓刘的驾驶食酒驶货车弄死。另外，伫咧桃园也有一个派出所的警察伫咧执行酒驾处地轻步的时，所互后壁食酒驶车的驾驶弄着切着伤。13暗时6点外，拄离开营区的细庄的中枢，即行到路中，就一台小货车弄，头含手拢受伤，伤势真严重，紧急送病院嘛是同款不治。嘣一声跑出去看，我以为应该是车子跟车子的那个声音才有那么大，我就跑出去看，结果不是，是一个人躺在那边。记得讲一透早嘅现场技术，国道车驶真紧弄过去了后造成的碎片，调查告诉嘛，互警方发现酒测达超标。南侧往北侧横越马路，双方发生碰撞制造事，造成庄男受伤，送3种澎湖医院救治。初步肇事原因已由本分局交通分队承案调查中。现役的军人因为有人啉酒驶车不幸无命，军方会专列来帮助死者的家属办理丧葬、留守护小姐部分，只是食酒驶车的状况嘛出现伫桃园。这个警察是骑警用奥多拜执行食酒驶车机动拦查勤务，伊伫中正路的时阵拄着红灯停落来，后壁的车速弄过来，互伊手骹切伤，但是驾驶伫第一时间竟然无停落来。该驾驶肇事后不顾远警拦截，立即逃逸。远警立即通报拦截围捕，迅速查获该驾驶到案。调查告诉酒测达0.55已经严重超标，虽然伊讲要甲车停好再来处理，并无要让讲，但嘛是互警方依法来移送。公路单位讲，过年前后是买月和参会大月，即马离过年愈来愈近，警方严正声明，对食酒驶车行为绝对零容忍，会持续来加强处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